這進香活動竟然嘛有人要來偷摕物件，這是發生在個嘉義縣新港中山路呢一間夾紅仔機的這個店家，昨早起，互這進香的香燈卡呢，甲偷摕民眾放佇個夾紅仔機頂頭的物件。這受害者是氣甲甲這監視器的畫面放佇個網絡公審，嘛開始來收集相關的證據，要透過法律來追究責任。嘉義縣新港福田宮廟埕頭前的這條大路頂面，有一間夾紅仔機的店家。早早伊去互來進香的香客偷摕物件，受害民眾就講，店內物件有的是民眾放的，有的是店主的物件。外地民眾來進香煞來做賊偷，對神明實在是真不敬。你們是來進香的，那是對神明的一種尊敬。對，你們這種行為會這樣就造成我們本地人的困擾。原來這間夾紅仔機的機仔頂面。有一寡是店主要保護的商品，一寡是民眾夾到了後暫時放的物件。為外地來遮進香的人偷摕，就是民眾放的物件。店頭家是無啥物損失。受害兩位民眾已經向警方來報案。是我們兩個人，我們兩個人的東西啊。另外那一個他的東西比較有價值啊，然後他的東西被拿得比較多啊，我只是一小樣。本分局新港聯合所於今日執行網絡巡邏勤務，發現轄內有店家財物遭竊情事。警方主動介入，積極偵辦，已通知被害人至派出所完成報案程序，另已鎖定犯嫌身份。原本應該是虔誠的進香，煞做出這種代志，讓偷摕物件的民眾收集相關的證據，要透過法律來追究責任。警方表示會配合監視器的畫面，聯絡相關單位，進一步來追查嫌犯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